其實人邊度會冇理想㗎？佢自己有嘅，擺晒喺心裏邊。14歲嘅小紅雙腳長期患病，令佢無法站立，上落床都要靠媽媽孭。即係呢個媽媽對佢整個家庭，佢對仔女一啲都冇放棄過。生活有時會令人淡忘理想，但係越艱難，佢哋反而越堅強。我好多時譬如我鏡頭前我嘅淚水，我唔係因為戥佢哋慘而喊，而係我俾佢哋嗰種堅毅而去感動咗，幫佢哋改變命運。請參加培幼會每月220蚊助養兒童計劃。全愛全心，Pass it on。